国建议表扬相关学界顶尖的科学研究，其中大的研究团队何方地动的更贵的结果，会当来中学使用，环保有效的控制技术得到肯定，咱嘛做伙来了解。 台湾伫地动界不时就有地动发生，若是发生大地动，应会造成严重的伤亡。为了加强建物的结构，亲像台大研究团队针对有着防地动的更固结构做控制技术的研发甲应用，和更固结构会当重复使用，叫做环保有效的技术。发展的一个这个技术实际上就是能够让这个制造的成本能够更简单。那这个不单是用模拟要去分析。 那同时也必须用实验去验证。这个团队摕到国建议这一届研发服务平台亮点性歌奖，表扬因的拍拼。另外，中研院的团队是做空气污染监控的技术优化，提早预测全台72点前后空气的状况，后面将量早做准备，提升我们预报的精准度跟这一个稳定度所以这个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呢，就需要很多的观测资料来做验证，然后不断的。 改善我们的模式觉得这个是强强联手已经很强的这个我们研究同仁研究人员跟我们能够提供很好的这个服务，我想不只是硬体，还包括这个软体。 国研院讲，设成果奖来表扬相关学界，使用国研院研发服务平台来研发出着的科研成果，嘛鼓励学界持续研发有全球竞争力的成果。记者综合报道。